位馬迷朋友，大家好呀！歡迎收聽舉手不回，我係你哋熟悉嘅白切雞。嚟到6月15號沙田日賽，一連11場精彩賽事，今期又有新馬賽，又有全天候賽事，加上草地中短途大混戰，變數唔少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入正題啦！第一場新馬賽草地1000米，首推2號混身解數，由潘頓策騎，評分高企之餘早段有好腳法，勝望濃。1號不勞而獲由周俊樂策騎，上仗已有兩段快段表現，具績戰力。6號眼健康排一檔起步，內檔有利突圍。11號紅衣財神，練馬師部署明顯，值得關注。第二場第5班草地1600米，首選1號聖德福，由奧爾民主，穩定評分高企，勇良好前速。6號俊彩飛馳由班德禮策騎，數據優秀，預計形勢有利。11號金德爾有兩段快段支持，形勢配合。12號友誼喜悅近3仗穩健進步，走勢值得留意。第3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3號彩虹七色兩仗皆做兩段，由梁家進主，末段極具爆發力。7號轉得勝由潘頓出擊，近期穩定且評分出色。9號海南寶連續兩仗紅字，強勁末段。12號勤德區被泰勇腳快，可爭一席。第4場第4班全天候1002米，1號天天灑落由潘頓主，評分穩定，機會大。3號起眼光近仗兩段快腳，嗌到拿加持不可小覷。12號火神神落3仗軍健快段，尾段特強。8號機械騎士紅字支持，排內檔或可佔先。第5場第4班草地1004米，12號精算特殊評分極高，由潘明輝壓陣，可望搶分。4號勁進區連場紅字，由中義禮減磅配搭具威脅。3號進澳星田泰安柏賀賢，人馬合拍。9號林寶精神有末段與兩段快段，末段不容忽視。第6場第4班草地1800米，9號雙贏近仗連有兩段快段，蔡明少拍容天鵬，拍檔默契強。3號平海之星嗌到拿加持，數據紅字當眼。7號幸運同行近仗穩定向上，形勢配合。13號客家之光形勢有利，可破大熱門。第7場第4班草地1004米，3號喵喵怪兩仗皆兩段，霍宏星拍無偉傑，配搭合拍。5號幸運旅程同樣有雙快段，加上潘明輝主，機會一流。4號安刀三仗皆兩段，布文出擊不可忽視。8號環球英雄近仗見末段快腳，或能趁勢突擊。第8場第2班草地1002米，1號精算暴雪嗌到拿拍蔡約翰，連仗兩段紅字，一出即勝型。2號天天同樂由潘頓主，末段具強勁追勢。11號狀元及第巴道拍告東尼，人馬合拍。3號氣勢近3仗表現穩健，保持狀態。第9場第3班草地1800米，6號奔放近仗3段皆紅，由中義禮配搭告東尼，戰意十足。2號安可潘頓再度執韁，連仗兩段快段，具爭勝實力。7號君子傳承配巴道，兩段快段支持。5號天將龍區數據穩步提升，外檔非問題。第10場第3班全天候1002米，12號扶搖世勁數據頂級，班德禮拍姚本輝，勝算大。5號實力哥連仗兩段，配王志宏減磅騎兵。11號勁先生田泰安操刀亦具兩段快段，值得一搏。10號至跑得紅字兩段兼末段出色，冷門之選。第11場第3班草地1004米，5號標之星河由潘頓主，連仗兩段快段，末段凌厲。3號穿甲戰英希威森配廖康銘，數據亮眼。4號安泰連場紅字，跑法主動。13號勇冠群英排一檔有利，楊明倫或可爆冷。